行政長官梁振英話：警方係以最大容忍程度看待衝擊者，集會人士唔好以為警方忍讓係軟弱。有大批示威者喺琴晚響應雙學嘅包圍政總行動，通宵同警方對峙，期間兩度衝出龍和道，並且架設路障，企圖佔據道路。警方施放催淚水劑同胡椒噴霧驅散人群。路出耀報導。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嚴詞譴責學聯同學民思潮違背和平非暴力嘅原則，又形容金鐘嘅集會面臨失控，呼籲集會人士即刻離開。梁素婷報導。特區政府喺旺角清場時被捕嘅學聯副秘書長岑敖暉等4人，被法院下令喺保釋期間禁止去旺角部分地區，向高等法院申請更改保釋條件。其中一個申請人人民休息下先，翻嚟會有其他消息盡力見。翻嚟新聞時間，先睇下佔領行動嘅消息。有部分參與行動嘅示威者批評學聯同學民思潮將行動升級，部署不當。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向傷者致歉，但認為今次行動成功。李文欣報導。包圍政電視記者李文欣報導。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譴責集會人士嘅衝擊行為，又指佔領人士唔應該再傷害香港同無辜市民。亞洲電視記者林泰基報導。印度北部一對姐妹日前搭巴士嘅時候，聲稱被3個男子性騷擾，並且發生肢體衝突。嗰2個姊妹最終被趕落車。鄭永儀報導。再睇埋天氣，預測係多雲，天氣顯著轉涼㗎。新聞報導完，再會。